文女長仔拖馬向阿蛇陳豪示威。哇！睇文女食得幾滋味。佢前晚去完大馬電視台頒獎禮，就同無線高層去尖東開餐。事後大熱真係唔同啲喎，仲有成班 fans 喺門口撐自己添。佢老友長仔就冇咁他條啦，第二朝仲要一早去內地做嘢。一頭早5點幾鐘要上去呢個佛山做一個活動，做完活動翻嚟。咁今日因為呢有啲唔同國家唔同地方嘅 fans 嚟咗，諗住即係入嚟打氣嘅。有冇信心冧莊啊？今年其實幾開心嘅，邊個攞我諗大家都會戥大家開心咯，所以我又真係冇乜壓力喎今年。陳豪尋日拍新劇《心戰》嗰陣，都話你攞視帝佢仲開心，你哋好禮讓喎。反而另一事後大熱阿蛇由內地翻嚟之後，就不停做訪問谷人氣，連頒獎禮拜神都有到，為攞獎搏晒命啊！好彩阿叻生日 P 有得玩下，叫做減下壓咋。